雞胸肉呢一個老實人其實都可以好百變嘅。今日係一料多味之雞胸肉片，睇下佢點樣由健身上客變身成為粵式小炒、川味大佬同埋減脂神器。第一味五彩炒雞丁，阿媽嘅營養哲學。雞胸肉切粒，落半羹生抽、半羹生粉、少少鹽、少少湯，輕輕按摩。呢一個亦都係阿媽教落嘅嫩肉秘技。和紅椒加西芹、粟米焯水30秒，保持爽脆口感，仲可以鎖住營養成分。熱鑊爆香蒜片，落雞丁，炒到微微變色，呢個時候就最嫩滑嘅。跟住落雜菜快炒，稍微炒乾少少水分，落一圈生抽，勾個薄芡，記得要快手噃，咁樣先夠鑊氣嘅。最後撒上炸香腰果，呢一個係優勢食到大嘅味道，簡單但係最溫暖嘅。阿媽話唔識補唔撞，食得健康又開心。第二味辣子雞丁，川菜嘅上客。雞胸肉切肉粒，用生抽、料酒醃到底味，輕輕撲上澱粉，等佢炸得外脆內嫩。油溫升到160度到170度就落雞丁，炸到微汪就撈起佢。升高油溫再翻炸至金黃。呢一個亦都係酒樓師傅唔會話你知嘅雙重炸法。乾辣椒加花椒，冷油落鑊，慢火逼出麻辣嘅香氣。記得加翻少少嘅湯，平衡下辣味。跟住落翻雞丁，兜均勻，然後撒大量嘅蔥花同埋花生，辣椒要夠多啊！咁樣先有喺空海中尋寶樂趣。最後淋翻少少嘅麻油，增加下麻香味。食嘅時候辣到吱吱聲，興到口㗎，就係呢隻味道最過癮。第三味蒜香雞胸肉，減脂都可以好惹味。用刀背輕輕拍鬆下雞胸肉，等佢更容易吸收蒜蓉同埋蠔油嘅滋味。醃得夠耐先係關鍵啦。蒜香滲透咗每絲嘅纖維，醃過夜最好嘅。第二日煎就滿屋飄香，熱鑊冷油就細火慢煎，每面2分鐘就剛剛好啦。鎖住肉汁又唔會老。煎到金黃嘅時候咧，就淋翻少少水，焗佢，肉質會更加嫩滑又多汁啊！最後撒上新鮮嘅蒜蓉同埋蔥花，減脂餐都可以好惹味噶。呢個就係美味與健康嘅完美平衡。第四味薯仔雞胸肉撈飯，抵食好食又飽肚。薯仔同雞胸肉脆熱切成細塊，熱鑊小油先煎香雞胸肉塊。見到表面金黃就可以撈去備用啦。用翻嗰隻鑊爆香洋蔥同埋蒜片，聞到香氣啦，就落埋薯仔翻炒2分鐘，倒埋雞胸肉入鑊，加生抽、蠔油同埋少少湯調個味。加水浸過食菜，可以加樣加嗰樣一齊燜啊！反正冰箱有啲咩食剩嘅就倒晒去，一齊清存貨。大火煮滾，轉細火燜15分鐘，燜到薯仔變軟。最後咧就大火收汁，睇住湯汁變得結塌塌就 O 晒 K 啦。跟住直接淋喺熱飯上面。哇！薯仔嘅面軟，吸收晒啲肉汁，每一啖都可以食到滿足感啊！雞胸肉要同佢好好溝通，唔係嘅話咧就揩口揩面嘅啦。煮餸最開心嘅時刻，唔係聽到好味，而係食到清盤。咁4款雞胸肉，邊一款值得你去清碟咧？最近呢一個冬瓜蔥草花正計真係好火，試整咗下，確實好食。最重要係完全冇水，全部都係食材嘅本身嘅精華，整出嚟咧嫩滑又鮮甜。今日一共3味嘢：冬瓜、蔥草花、土雞。冬瓜最好揀啲老冬瓜，表皮啲白霜更加好啦，會整出好多清甜汁水嘅。先用溫水將蔥草花浸泡15分鐘，等佢充分吸水軟化。浸泡好之後咧，就沖洗2到3次，清洗雜質同泥沙。今日用呢一隻係土雞，肉質相對嚟講比較鮮甜。唔想用串雞咧，就可以換成雞腿或者雞翼。呢個部位肉質嫩滑又容易出汁。斬好晒件啦，就落1羹嘅料酒，半羹鹽，少少胡椒粉，落埋薑絲，輕輕捉均勻，醃製15分鐘。冬瓜咧就去皮去囊，切成厚片，每片大概1.5 cm 厚，係用嚟墊底就唔好太薄。攞隻受熱均勻嘅平底鑊，將冬瓜鋪喺底，要擺得密實啲。將醃好嘅雞件擺喺冬瓜上邊，要擺喺整齊啲，方便受熱。將蔥草花滲喺雞肉嘅上面，再放幾粒紅棗同埋杞子做裝飾。冚蓋，轉個中細火，焗10分鐘。中間千祈唔好蓋避免走失晒精華。10分鐘到啦，有得食，真係一滴水都唔使放湯汁清香甘甜，完全係食材本身嘅水分同精華。呢啲嘅天氣食冬瓜就啱晒啦。做法非常養生，清淡又滋補，老人同小朋友都啱食。飲料煮餸，你哋試過未呢？最近有興趣啦，發明咗一個蜜雪冰鮮版嘅棒打鮮橙骨。今日試真係講你唔信，竟幾好食喎！我記得上一個版本都仲係嗰粒橙排骨，
估唔到咁快變成雪黃版嘅鮮橙骨，網友真係人才多。拍個多口水咧就煎香佢先，做到呢一步咧就已經完成50%噶啦。4蚊一杯嘅棒打千生，成杯倒落去，落一圈半個生抽，少老抽上色，再俾啲鹽調個味，細火冚蓋，煮佢45分鐘。主要咧將啲橙夾出嚟，開大火收個汁，收到咁上下，撒一把白芝麻，有得食。嗱，齋睇呢個賣相，無論邊個嚟煮都覺得自己係大廚啊！果香濃郁，有賣相，輕一扯就骨肉分離啦，炆到好軟腍啊！試下先，橙香酸甜，炆到入晒鼻，個酸甜比例又啱好喎。喂，講真，幾適合啲又想自己煮下飯嘅，又怕翻車，又怕麻煩朋友仔，飲料版嘅鮮橙蜜桔，你隻都有。夏天食冬瓜，食到笑哈哈。90年代廣東人辦喜事，酒樓一定少唔到呢一道冬瓜3鮮羹，消暑又解膩，減脂又健康。今日食材好簡單，但有蝦、腰柱、蝦米、冬菇、韭黃小段、豬展肉、雞蛋，仲有我哋嘅主角冬瓜。買翻嚟嘅蝦咧，放冰箱急凍1個鐘，等下更加容易脫殼。將蝦頭切出嚟就咪浪費，等下備用嘅。冇殼嘅蝦就切成粒，切好蝦仁放胡椒粉、料酒去個腥，作啲生粉攞爐。腰柱同蝦米用溫水一齊浸泡20分鐘。豬展係一個點樣做都唔會差嘅部位，我將豬展切成肉粒，切好就呢個味，落鹽、少少蠔油、生粉，再落少少水，出嚟撈均勻，呢個底味。最後落花生油，鋪封面，醃製20分鐘。趁熱味期間咧，就將泡發好冬菇切成粒，可以切大粒啲啊，咁樣更加有口感啊！先落少少油，用中火炒蝦豆。蝦油咧可以令湯底又白又鮮。蝦油出嚟啦，就將滾水倒埋去煮5分鐘，然後用另一隻鑊將撕好嘅腰柱、蝦米倒去鑊度，用中火炒佢，炒到微微金黃，就放埋冬瓜、冬菇落去一齊炒2分鐘就可以關火啦。好，5分鐘到啦，就將蝦豆撩佢出嚟，再將炒好嘅配料倒埋去，然後冚蓋，中火煮10分鐘。好，10分鐘到啦，就將豬展粒一次過放晒落去，調個大火煮2分鐘。當然有條件咧，可以放啲雞襯粒仲正。剩低嘅蝦仁粒咧唔使急住放嘅，蝦仁粒緊熟係最嫩滑鮮甜嘅。跟住放埋蝦仁粒攪2下，然後放埋韭黃落去就可以調個味啦。調味好簡單啦嚇，鹽、湯、白胡椒3樣就夠啦，主打一個原汁原味。呢個時候再將提前挑好嘅馬蹄粉水慢慢倒落去。如果冇馬蹄粉咧，就用生粉代替；用馬蹄粉咧就滑溜啲。最後放埋雞蛋落去，拉成蛋花，有得食。哇！你睇濃稠嘅湯汁，口感升晒級啊！中意食芫茜咧，就放幾隻芫茜落去，仲更加香。如果唔中意咧，就可以放米印嘅小蔥花都得。呢一碗口感滿滿嘅冬瓜3鮮羹就大功告成啦！顏值與味道嘅並存，每一啖都好有滿足感。冬瓜充分吸收咗3鮮嘅鮮甜，真係好惹味。蝦仁粉嫩 Q 彈，芫茜同蔥花點綴其中，變成咗顏色嘅碰撞，齋睇流晒口水啊！各位懶人同埋廚房新手，你哋福音到啦！今日教大家整一個一滴水都唔使加嘅芥辣蒜蓉炒花甲，鮮味到不得嘅料啊！今日食材好簡單，新鮮嘅花甲，蒜蓉咧就越多越香，仲有靈魂所在芥辣。唔使驚啦，芥辣唔係攞嚟辣噶，係攞嚟調味啫。新鮮嘅花甲用鹽水浸泡1個鐘，目的就係將花甲裏面嘅沙吐晒出嚟。呢道菜但凡有一粒沙都食到你硬晒啊！燒興隻砂煲，熱煲冷油，爆香晒蒜蓉，爆至金黃色，咁先夠香口嘅。唔好擔心芥辣會確鼻啊！放一支芥辣都唔會多，食起身咧唔會辣，而係會將所有嘅鮮味逼晒出嚟。倒晒花甲落去，兜佢幾下。等每隻花甲都能夠充分受熱，再落少少湯、少少胡椒粉，撈均勻，好冚蓋，然後淋一圈紅米，焗佢1分鐘。一滴水冇加㗎，個煲已經卜卜聲啦，就全靠花甲自己執水。夠鐘開蓋，哇，香到真係成鏡頭一陣海鮮味啊！啲蒜蓉嘅香完全入咗花甲裏邊，你係完全食唔到芥末嘅辣㗎，但係成個鮮味嘅層次感即刻提升咗。啲肉質又嫩又滑，一啲都唔老，全部都係花甲嘅原汁原味。呢個菜全程5分鐘咋，
快啲點讚收藏，今晚就試整下啦！講起菌菇雞，一定少唔到呢個脆菇炒雞，啲綠蓉菇炒到爽脆又彈啦，啲雞肉咧就嫩滑又多汁，兩樣配埋一齊，啲口感層次豐富到爆啊！呢道菜咧，我哋揀啲肥少少嘅雞，帶翻啲雞油出嚟咧，用嚟炒啲菇嘅售物咧就鮮嫩多汁。啲雞肉咧就要斬細件啲，將易入味，用易熟。落1叉匙鹽，半叉匙湯，1圈嘅生抽，1節嘅蠔油，再落1肚匙羹嘅生粉，撈到起晒膠。落2圈嘅花生油，封汁，醃製15分鐘。脆菇就係揾乾嘅，乾菇嘅香味咧就濃郁好多，更加適合炒雞。脆菇用雙溫水同樣浸泡15分鐘，千祈咪用熱水啊，破壞啲結構就咁脆噶啦。燒起隻鑊，用大火煎雞，唔好急住撩佢啊，反面金黃再兜散，落2圈好朋友增香去腥，用猛火鎖住啲雞肉嘅汁水，兩面金黃就鏟出嚟，扭翻啲雞油啊，脆菇炸乾水先好炒，大火兜到嚓嚓聲，快速逼出水分，激發佢個爽脆嘅口感。炒到脆菇微微金黃，乾水出香味啦，就將雞肉、蒜葱倒埋落去一齊炒。調味咧就落1節蠔油提鮮，少少生抽上色，炒均勻。最後落埋葱段，勾個鹽，有得食。呢個做法咧就配攞咗2樣嘢嘅原味。雞汁浸透咗每一件綠蓉菇，成身咧又脆又嫩。啲雞肉咧就帶有菇嘅清香，真係絕配啊！呢道菜咧10幾分鐘搞掂啦，啱晒中意食菇嘅你，記得趁熱食啊！今日分享一個第一次做都唔會翻車嘅黑胡椒鴨，胡椒香濃郁又上頭，搭配濃香嘅湯汁，食落暖胃又開胃。準備一隻千德鴨，大概3斤重度，咁樣鴨仔啊，肉質最嫩，唔會太老。如果太細咧，就冇得肉食。整隻鴨洗乾淨，我哋煮好再切，皮係最酥噶啦，剪走佢，頸部冧巴都要清理乾淨。記得來用都要洗佢。胡椒咧就用雙溝，3斤鴨就用黑白胡椒各15克。攞隻肚翅羹，1羹大概5克，各3羹。將黑白胡椒用白鑊炒香，細火炒大概2到3分鐘。炒到燜到濃烈嘅胡椒香味就得啦。用吹風紙包住胡椒粒，然之後用刀背或者錘仔揼碎晒佢。如果你嘅吹風紙容易爛咧，用保鮮袋包住揼仲更加好。揼碎之後咧，調味就好簡單啦，只需要鹽同油，煮打一個原汁原味，跟住均勻咁捽上隻鴨度，裏裏外都要討均勻。尤其啲鳳骨唔好放過。呢一道餸嘅靈魂係胡椒粒唔好偷懶，用胡椒粉代替啊。最後放幾片薑片入內籠，醃1個鐘。我哋一次過加嚿水，對腥味敏感咧就放幾片薑片，用薑水嚟蒸。好啦，上蒸氣啦，再放隻鴨落去，用大火蒸45分鐘。哇，好香啊！成件肉都係胡椒味啊！我哋睇到鴨腿肉縮上去就講明已經熟啦。冇縮上去咧，就攞對筷子吉入鴨腿位置，可以輕鬆吉落去咧就已經熟啦。斬好晒件就淋翻啲胡椒汁上去。呢個胡椒鴨真係香到飛起啊！啲鴨肉咧燉到軟爛入味，胡椒味咧夠重夠香，鴨肉嫩滑冇渣，啲鴨肉一啜就脫骨啦，肥爽肉滑，關鍵仲係暖胃啊！屋企整仲簡單過叫外賣啊！想食五花肉又怕費力，就不妨試下呢一個蔥燒五花肉，肉片超香大脆，啲蔥香滲入啲五花肉度，香意不離。好嘅五花係5層結構，肥瘦肥，所以叫五花。肥肉同埋瘦肉嘅比例最好係4:6，揾啲肉層均勻嘅，咁樣切片先好睇。將五花肉放喺冰箱冷藏30分鐘，半凍狀態下切片更加容易。切片厚度控制喺2到3毫米。切嘅時候咧要橫切，即係垂直於肉紋嘅方向切。咁樣炒出嚟嘅肉片咧先唔會捲曲。切好咧就醃個味，攞1圈嘅料酒，半斤嘅生抽，少少嘅鹽同胡椒粉，再加入適量嘅生粉，用手搓均勻，醃製10分鐘。呢個步驟咧可以去除腥味，亦都可以鎖住肉汁。蔥咧一定要用大蔥，唔好用細蔥喎。大蔥要揾啲蔥白肥厚、蔥身脆綠嘅。大概準備1到2啲大蔥，蔥白咧就切小段，蔥綠咧就切碎做裝飾。燒興嘅平底鑊，浸晒落油啦。鋪平五花肉落去，煎香煎出油。注意一定要將肉片鋪平，唔好跌埋一齊，否則嘅話咧肉會出水，而唔係煎香。如果肉片太多咧，就可以分2次煎。然後轉個中細火，將薑片同蒜粒用幼枝慢慢煸炒，燜到蒜香啦。就將一半嘅蔥白倒落去，繼續煸炒30秒，等大蔥嘅香氣完全釋放。調味就落1斤嘅生抽，半斤嘅老抽，1節嘅蠔油，半斤嘅糖，炒出最香味。呢個時候咧可以聞到香甜味，真係好誘惑噶。最後落埋剩低一半嘅蔥白同蔥綠，翻炒多20秒就可以出鑊，有得食。呢一盤蔥燒五花肉真係香到呼天叫地，
肉香爆汁，蔥香撲鼻，汁水裹滿住每一片肉片，每一啖都有滿滿嘅滿足感。連平時唔食肥肉嘅老婆都話好食。周末整俾屋企人食，保證大獲好評啊！